鹿港的普渡歌内面有一句讲，初一放水灯，就是咧讲地藏王庙。这地藏王庙内面的彩绘是真侪，不过年久月深，损害也真严重。县政府即阵向文资局争取到补助，要进行彩绘修复工程，总工程费呢要1195万，按算2025年11月完工。 修复团队详细检查庙里彩绘损害情形，这是中华县定古迹鹿港地藏王庙。因为庙是坐东看西，晒少日严重，加上台湾湿气重，造成庙内彩绘起价裂开。县府争取中央补助，要来进行彩绘的修复工程。彩绘部分，咱买请这个潘岳雄老师，我们这个国宝的讲师，伊的团队来给咱做一摆的。 妇科拍底的部分，咱嘛是请专业的李义新老师团队来咱重新来做一个拍底安尼。鹿港过去是商业港口，当年因为水路危险，未少人发生意外过往，所以庙方会伫旧历7月放水灯渡水灵。鹿港普渡歌歌词有一句：初一放水灯，讲的就是地藏王庙，这嘛是地方重要的信仰中心。咱的鹿港吼都是通港埔，所以咱有一个迄个普渡歌吼，初一放水灯，初二普王经吼，这普渡歌。咱7月1号古早吼，这个中门拢有拍开吼。 就是要互大家吼来遮吼方便来拜，来方便普。庙方表示，即阵因为环保政策统一伫中元节大普，但也是会当为普渡文化了解鹿港的开垦历史。即摆的彩绘修复工程，总工程费1195万，文化部补助836万，中华县府配合款大约300万，剩的由地藏王庙负担。工程预计伫2025年的11月完工。记者杨淑晴。中华报道。